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5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检调调侦办超速甲量采进口技能案，张进行搜查约谈，两间公司的负责人分别以200万甲100万交保。高雄的大厦一个4个月大的查某阿婴仔亲像互妈妈咬死，检方发现了后，以杀人罪甲这妈妈升压。台中市公车弄死个东海大学学生，早起东海大学学生代表到车祸地点抗议，要求政府爱重视过路人的路权。咱先来看检调侦办超速个量采进口技能案，将进行搜查，嘛约谈相关的人员。超速公司负责人陈宇桥信后是以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量采的负责人林义良是100万交保，员工林昌汉是30万交保。迄当时中央特产会专员吴俊达是50万交保。也毋过那被立委拢批评讲，这约谈的战绩上低了。拍什么拍了？好烦啊！都澄清一下，既然你不想被拍的话，有什么好澄清的？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检调侦办超速甲量采进口技能的案件，只是兵分几路搜查，而且约谈特产会、农业部公务员、超速甲量采公司的人员等等。透明复讯了后，今仔日透早超速的负责人陈宇桥以200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甲出海。另外，量采负责人林义良以代票100万交保，迄当阵的特产会专员吴俊达50万交保，量采员工林昌宪30万交保。也若迄当阵的特产会执行长，甲现任的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迄当阵的特产会家禽组组长龚永泰是请回。我想我们会配合整个司法的调查。专案是伫去年国内鸡卵供应量无够。政府委托超速甲量采这两间公司进口巴西的卵甲日本的卵，不过去互在野党的立委质疑涉及图利，违反政府采购法等等的义务，向北检告发迄当阵的农业部长陈吉仲等等相关的官员。不过北检一直到2时才开始搜查甲约谈，嘛引起南北批评。办这个超市案，那个力度跟这个柯文哲力度是不一样的。那现在超市案只有查到什么执行长，真的大家最关心的是陈吉仲。他当初有没有图利？约谈的3位官员，而且层级非常的低，所以你不要现在打假球，高高举起。如果连陈吉仲、连林聪贤都没有约谈，我相信签名对北检会有这个非常严厉谴责。任何司法的案件，关键都在证据，而不是政治。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所以在野党不要一再的对于个别的司法案件下指导棋。吴思瑶强调讲，超速的案件为农业部主管机关、检察院到司法体系，该查就查，该办就办，若有问题一定会彻底调查，尊重检调所有的作为，嘛甲在野党发声，唔通用政治来影响司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今仔进行委员会调集委员的选举，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合作，伫国防甲外交委员会推选民众党的立委林义君来做调委。民众党的总调黄国昌嘛有去委员会关心，嘛甲国民党团的总调鲍昆提说过声。这个新会期，民进党是摕到8席调委，国民党团是7席，民众党团是1席。谢谢。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昆基摇手致意，电镜头前，甲民众党立委林义君细声讲话。国会新的会期，搁一届出现蓝白合。立法院25举行各委员会调委的选举，当头戏是国防甲外交委员会，国民党马文君无想要连任调委。蓝白三长私底下见面了后，国民党决定让民众党蓝白合齐支持林义君。因为安尼采推举的方式，由民进党王定宇。民众党林义君做国防甲外交委员会调委，针对国防部编占蓝后续蓝的预算，规划14年投入2840亿，那白讲会严格来审查。是我们是会严审啊，因为现在
都还没有那个嘛，哈，整个都50%到60%而已嘛，所以这个的话，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在严加讨论。像潜舰的后续舰啊，这属于新增的哈，那可能会因为总预算的退回，时程会被延宕，甚至于就没有了哈。这个部分我比较担心。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嘛专工去现场，甲部分期握手致意，上定南北新的会期会持续好好合作。我们先前针对了非常多的议题啊，深入而且广泛的交换了意见了。那当然，召委的选举这件事情也在讨论的范围之中。马文君委员或者是陈永康将军，还有巧芯这几位呢，他们也都充分尊重党团的一个决定。因为委员会其他的席次是由哪里各提到一个调位，民进党团提到上侪席有8席，国民党团7席，民众党团1席。了后，国民党团随举行3场的就职典礼，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有去现场致意，若被联手退回总预算，会是朝野攻防新的战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赖清德总统今仔伫总统府主持10月份的将官进任授阶典礼，嘛强调讲国军保家卫国，政府会继续做国军的靠山，来推动国防改革。国防部今仔嘛公布讲，透早就发现有23架中共军机出海，嘛有掌握到解放军最近有真侪演训的行动。今仔伫屏东的三军联训基地嘛举行联用操演，甲北部的南洋指挥部同齐来演训，这嘛是头一届南北部队联合操演。目镜抓直升机标准地面的靶区发射20公里连炮。拜三一早起，屏东三军联训基地进行第2天的联用操演。这边特别由南部作战区陆军增加564旅，加北部的南洋指挥部机步营协同演训。模拟真实的战争时阵可能发生跨作战区协同作战的情形，也是第一遍联训基地南北搭配。因为中共对台湾武力拢无停，国防部公布25透早7点10分开始，进行23台次强机出海活动，其中22台次是飞过海峡中线延伸线，执行远海导航，并且掌控强军伫咧最近密集执行飞弹射击等演训活动。赖清德总统伫咧主持10月份将官正任授阶典礼时阵，重申国军坚守岗位，保卫国家。政府会做国军的后盾，继续推展国防改革。我期许2位将军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为国家打造现代化的国军，让整体战力一天比一天更坚实。因为赖总统也伫咧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进行的时阵，以录影的方式登上纽约非营利组织年度峰会，强调台湾愿意加国际伙伴制定行一个民主的保护线，并且希望各国反对中国对连带第2500号决议的错误解释。China has distorted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in support of its One China principle, falsely claiming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at we have no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UN system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fora. 南自纽约办事处是举办台湾友谊之夜，包括几多位友邦的领袖、外长，加美国外委会资深参议员拢到场参加，共同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联合国体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昨伫联合国大会上尾一届以总统的身份演说，伊个在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要来保护上先进的科技。另外，7大工业国的集团 G7 的外长嘛发声明小挺台湾，有意义来参加国际组织。针对美国总统大选，智库的全球事务研究所上新的民调是显示讲，选民认为讲川普处理台海危机会表现了较好。民调嘛指出讲，贺锦丽支持者赞成美国应该出兵来保护台湾的比例较悬。美国总统拜登24日联合国大会告别演讲，搁一摆讲到台海局势。The United States is unabashed, pushing back against unfair economic competition, against military coercion of other n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protecting our most advanced technologies so they cannot be used against us or any of our partners. 迄一天，7大工业国集团 G7 外长伫联大场边见面了后，发布联合声明，有关涉台内容指出 ，G7 伫台湾议题基本立场无变，包含过去所声明一中政策，对无需要用国家地位做前提国际组织 ，G7 支持台湾正做成员，无要求国家地位的组织 ，G7 支持台湾用观察员或者是来宾参加。另外，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倒头算，贺锦丽甲川普对台海危机的处理应变，根据智库全球事务研究所上新的民调，第那中国武力犯台，摇摆州58%派选民认为川普更加可能有效应对，贺锦丽是42%。第全美选民方面，因为川普更可能有效应对比例是53%，贺锦丽是47%，显示贺锦丽外交政策环境不如川普明确。在保护台湾方面，民主党的人甲共和党人支持的比例差不多同款，分别是44%甲45%赞成，暗过甲想要投予川普的美国成人选民比起来，想要投予贺锦丽选民认为，美国应该出兵保护台湾比例悬出18%。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高雄的大社，一个4个月大的查某阿婴仔，亲像去互妈妈咬死。社会局调查指出，讲这个31岁姓陈的单亲妈妈，一个人请养2个囡仔，中秋过了，一直无搁甲4个月大阿婴仔送去托儿中心。23才通知讲囡仔过网络，检方核实了后，以杀人罪甲这个妈妈升压。高雄大社安静的这个社区，几落工前所发生查某婴仔死亡的案件。31号姓陈，家己请养囡仔的妈妈，疑似照顾疏失，甲4个月大查某婴仔藏伫厝内，一直到6天了后，才互外界发现已经死亡。迄也要咱会算监视，对不？他说他想我女儿要想要寄托给寄养家庭，因为他说他没办法抚养。根据了解，这个妈妈有2名查某囝，分别是1岁半和4个月大。今年5月，经过通报是脆弱家庭，由社会局协助租厝经济补助和每盒托儿服务。9月初，大汉查某囝因为班上有肠仔病毒，停止送去；细汉查某囝嘛做伙请假，一直到中秋节过后嘛无送去。23号，才甲托儿中心讲，细汉查某囝已经死亡。中间后，案母请假没有送案主送托，直到23日，案母告诉案主疑似死亡。社会局立即叫救护车并通报，发现该婴儿已死亡多时。检察官同时指挥警察到现场采证，并查扣相关手机证物，再传唤生母到场。经检察官讯问被告后，认被告犯杀人罪嫌重大，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性。单身妈妈不明原因涉嫌把囡仔藏伫厝内，面对警方的问话，嘛只有讲囡仔出现食欲无好的状况。检方以涉犯杀人罪嫌重大，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记者李小兰、民调馆柯建俊高雄报道。咱来看临港市实法修正草案，争议是未少。早起国内妇幼团体代表做伙开记者会，因指出讲调查发现讲台湾代孕还未合法，就发现讲有人委托代孕刷协会，无想要爱囡仔的代志。而且目前规划草案只有罚钱的处罚，所以这个团体是建议讲，针对临港市实法的草案，应该爱个好好讨论，再个送立法院审议。拒绝国造孤儿。来自全台妇幼团体代表自5早起联合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尽快将临港城市法修正草案送入法院审议。因为台湾代孕还未合法，2001年就发生台湾翁某到俄罗斯找代孕生囝，了后煞弃养的事件。因为草案若通过，因公司制造更较侪孤儿。不要贩卖儿童是全世界的共识，可是我们的价钱既然标码100万，你就可以把这个孩子丢掉，那更不要讲说最近已经有新闻。为团体调查发现，卫福部国建署所提出的草案第55条，对弃养代孕干来罚钱了事，而且干来罚70到100万。另外，透过关检关能生落来囡仔，干来伫分析甲医疗需求的前提之下，才能知影部分生殖细胞资讯违反儿童基本人权。他都不知道他是捐精捐卵的后代，那么有可能将来他去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有可能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发生关系，造成乱伦。现在就会跟这个法务部啦，什么相关单位来去做这个讨论啦，因为这涉及到那个法则的部分呢。国建署回应强调，
对儿童上好的权益部分，第一甲法务部等相关部会讨论修正草案发证了后，报请卫福部甲行政院审议，搁送立法院审查。另外，是毋是暂缓修法，交由立法院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对真侪人来讲哦，生儿育女、请养后一代是人生中的大代志。也毋过有人无想要结婚，想要有囡仔，有人结婚所有真侪原因，要有后代是真困难。对于同志卡婆来讲哦，要有后一代，法律嘛有限制，所以人工生殖法的修正，伫现在的新时代是真重要。也毋过目前提出的草案，共款阁有真侪争议。今仔的解剖新闻，咱就要请怡珍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卫福部咧，伫今年5月公布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其中有3大争议，包括敢要开放女性同婚，佮有独身的女性去做人工生殖，佮有敢要开放找代理孕母来照白生囝。当初是人工生殖法立法的精神呢，是要互生不出来、无法度生、有稳定关系的人，透过医疗协助，用家己的子宫做人工生殖。其实，若看结婚的查某同志咧，因若准用家己的子宫，莫去找代理孕母，其实伊3点拢有符合资格。问题是，这独身的女性咧，因为伊无结婚，就算伊去找代理，伊莫找代理孕母用家己的子宫，这部分反对者嘛认为讲，安尼对囡仔来讲是无保障的。不过，伫咧现代社会咧，是主内主外才结婚。伫传统的观念，结婚就一定爱生囝，若是要生囝，就一定爱结婚。这也意思，结婚的比率甲生囝的比率咧，拢愈来愈低啊。有的独身的女性就想讲，趁少年甲卵子冻起来。不过，台大病院伫2022年捌发表研究，讲卵子冻起来了后，有佫摕出来使用，用到的比率干那8.4%尔。这关键就是卡伫咧独身的女性无法度做人工生殖。事实上，反对的人是惊囡仔生出来就是单亲家庭。不过，照现行法规来看，其实已经有引准独身的人来收养囡仔。无得靠，咱会当比较收养的定数来制定相关的规范。若争议上大的代理孕母咧，为了要保障父母有生囝请养的生育权，政府咧是要开放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开放申请照白生囝。这反对者认为，这造成囡仔成做人口买卖商品。囡仔生出来，父母若无介意后悔啊，就会甲弃养。而且，这到底生囝的人是妈妈，还是甲请养大汉的人是妈妈？这囡仔可能会产生身份认同的问题。来看2014年咧，有一对澳洲的翁仔某，因去找泰国的代理孕母要照白生囝。这孕母的腹肚检查内底是一对双生仔，不过其中有一个囡仔咧是唐氏症的患者。不过这代理孕母因为宗教信仰，唔甲囡仔摕掉。落尾，这对澳洲翁仔某就干那甲另外一个健康的双生仔带走尔。若2011年咧，有一个中国的查某名称地爽，伊和男朋友结婚去美国找代理孕母，不过囝仔要出世，地爽就离縁啦，尾啊嘛是弃养互亚康。这人工生殖法咧，确实有一寡疑虑，也未达成社会共识，这就需要政府立法推动更较周全的法规来保障父母，嘛来保障囡仔的权益。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个时间交转去互主播。感谢怡珍哦，咱继续来看台中市公车弄着2个东海大海学生，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今仔早起都有10外个东海大海学生代表去车祸地点抗议，因要求讲政府着爱重视过路人的路权。台中的警方嘛连续3天来加强执法，交通局嘛展开稽查。也毋过是有民间团体认为讲，市政府会当先针对交通道路设计的问题来做改善。路口要停让，路口要停让。10外位东海大学的学生来到死亡车祸路口，举标语抗议争取行人路权，而且设路口2日。东海大学2名女大生22号暗时，伫咧台中市中区QG的交通305公车弄到造成死伤。学生会批评道路环境对行人无优先。台中市的行人环境也不够完善，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路口并没有外推人行道。而为了弥补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的不足，有些公车必须要绕到很狭小的车道。事发了后，台中警方宣布为24号开始连续执行3天的大执法，针对汽机车无暂停让行人加强处理。不过民众并无认同。以长期持久性来讲的话，效益不大。
市府才拄仔讲要重新检视强化20大肇事路口安全措施，但是对照警方提供今年顶半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的28人，所意外发现死亡地点拢无伫咧重大肇事路口，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批评头痛医头，重点是伫咧规个交通道路设计系统性的问题。那其实如果你只检视这个事故的几大路口，你哪怕是20大、100大，你这些101后面的都会有发生一样的问题。真正该检讨的是整个交通系统性的问题。交通局与客业者于9月23日起，于多数路口实施联合稽查。交通局也将持续派员至高风险路口进行稽查作业。交通局强调，已经要求市区公车业者落实路口转向停看行，而且为23号开始，甲业者伫咧各大路口举行联合稽查，只要是无落实的开罚，后续会修订免费行车契约，制定重大事故的法则。另外，东海大学表示，已经找到律师，会义务替2名死伤的学生拍官司讨公道。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桃园来哩后站的车头哦，一落雨就会出现真侪窟窿，嘛定定拢有人累残。道民众批评讲路是愈补愈大坑，有议员嘛要求讲区公所应该要检讨改善。车内凹凹去用批评愈补愈大坑，抑个规个石头尾啊！这个事件发生伫咧台铁来到车头的后站，故事是3早起就发生2件奥多麦的起事，为着要闪过车内凹凹累残的事件。附近的民众讲，才清在有人骑车跌倒。右手掌比较严重，就是挫伤，然后还有膝盖，然后侧边的话，身体侧边的话就有一点点淤青。每逢下雨就会来修补，然后修补完之后就是没有见到成效，然后还是常常有人会因为那个碎石子然后摔车这样子。它比较低洼，常常会积水积在这地方。公所还没下雨之前就来补平的，后来下了2天以后就散掉了，变成一个坑了。针对民众的တင်情，来到火车头后站的出口，总经大条头前。正中街路口的车路无平搁凹凹，中立区公所是已经补真侪届，补了就搁害去，一直拢无改善。变啊落雨就会搁凹落，议员要求区公所大检讨，把原因找出来，莫搁有人因为车路无平，转来受伤。为什么路面的补丁是一补再补，而且越补越大洞？预计于9月26日进行路基改善，后续视天候情形办理全路幅刨铺作业。中立区公所回应讲，针对车路凹凹已经有临时甲保护好势，嘛看天气的情形先甲补起来，后续会进一步来评估，敢是要规个扣起来，佮铺新的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甲真主党继续对战，目前黎巴嫩已经有569个人死亡，上千个人受伤。以色列是表示讲有一个真主党主要的将领死亡，真主党嘛是强调讲因会继续报复行动。黎巴嫩是表示讲，只有美国会当来帮助战争收煞咯。联合国嘛暗示讲，今仔会针对这场战争来开安理会。以色列军方24暗，甲拍向北部城市萨德华的火箭弹砸落来，不过可能有漏交的。警方伫一个社区互拍到的厝附近，找到火箭弹有啊。黎巴嫩真主党迄天嘛讲，有向以色列北部达到军事基地甲其他的目标，射差不多50粒的火箭弹。同这个时阵，以色列连续第2天攻击真主党控制的贝鲁特地区，而且造成包括囡仔在内等等重大的伤亡，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全咧无名。באו היה עם מפקדים נוספים ממערך הטילים של חיזבאללה. לפחות 2 מהם חוסלו ואנחנו עדיין עומדים את תוצאות התקיפה. 黎巴嫩官员讲，头一天也就是以色列第23个攻击，是1975年至1999年内战以来上界粗残的一天。联合国大会总辩论自时举行，以色列针对伫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辩护，黎巴嫩要求联合国召开安理会。In recent days, Hezbollah has also extended the range of its rocket attacks. We will not let Iran's terrorist cronies dictate the future of our nation. أليس هذا الإرهاب بعينه فأصبح المطلوب اليوم إبادة وإعاقة الشعب اللبناني كعقاب جماعي؟ ومن حقنا أن نسأل أليس هذا السيناريو الذي صرح به كبار المسؤولين الإسرائيليين؟ Lebanon is at the brink. The people of Lebanon,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Lebanon to become another Gaza. 以色列国防部长甲朗特表示，对防止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射火箭弹等等的攻击，联合国当然会提责任。伊伫 X 平台发文讲，因为联合国无承认因的行动，嘛无全面履行安理会第1701号的决议，也就是随停止敌对行动恢复稳定。
公司新闻文玲编译。再来看以色列23攻击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的据点，有真侪人佮倒去北平，结果路拢塌掉的，某一寡无愿意离开的人去美伫临时的庇护所，烦恼讲会愈战愈厉害，民众开始排队抢买物资。黎巴嫩的街仔头民众是拢真惊吓。黎巴嫩遭到以色列空袭的贝卡省地区，民街陷入火海，惊吓的民众赶紧带旧家伙仔塞车逃离。以色列拜一大开杀戒，轰炸黎巴嫩几啊个真主党据点，造成严重伤亡。看到战火就要扫掉江园，真多民众只好先将家庭送去安全所在。因有的一家伙仔骑伫卡车车厢，有的骑奥多麦明显超载。蔚南到北的道路车条，占据2条道路，会当讲看不到进步。伫中南部地中海沿华沙市赛达，有人选择继续向北逃，也有人秘密改造临时避难所的好好避难。قصفوا حد البناية بيتي كلها انهزت علي وأزمت كتير وهيك يعني عشان هيك اضطرينا ننزح جينا لهون قالوا لنا أمين الوضع كتير مأساوي نقطع يعني نحن بطول والغارات حد مننا 有一寡住伫瓦近以色列边界居民原本拍死唔退，也毋过为着囡仔的安全设想，也不得已改变心意，撤到庇护所。يعني من أول ما بدأت الحرب يعني القصف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كنا إعدام بس لما لقيناها اشتدت صار حوالينا قالوا ليه انخرعت يعني اضطرينا إنه شو نحمل حالنا ونفل وإلا لولا الأطفال أنا والله ما بتزحزح من مكاني يعني. 也毋过随着战火扩大，到底走去倒位才安全，真侪人心中拢有疑问。伫这个同时，黎巴嫩部分城市街路已经出现白真长、枪被棒甲加油的情形。专家更加烦恼，那美国甲伊朗也插入这场冲突，恐惊会为中东地区带来更加大的灾难。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来看瑞士有一个查甫人使用一款安乐死的自杀枪死亡。瑞士的警方昨宣布讲，抓到4个甲自杀枪死亡事件相关的人员，其中有一个是协助自杀团体最后的避难所的执行长魏勒特。瑞士协助自杀团体最后避难所7月向外界介绍这个叫做“照管”外形亲像太空舱的单气自杀舱。台北有个短短几个月来，就有人伫个无医疗监督之下，用这装置结束生命。结果，一个得到严重免疫系统疾病64岁美国富人人，23伫个瑞士沙普豪森州的森林死伫自杀舱内底。警方接到报案了后，用诱导协助告诉自杀的罪名，抓4个甲案情相关的人士。根据了解，最后避难所执行长威勒特就是其中之一。另外有2个瑞士人，加一个荷兰报纸的摄影记者。内政部长施奈德23伫瑞士最高行政机关联邦委员会特别强调，自杀舱无合法。Sarko-Suizidkapsel ist in zweierlei Hinsicht nicht rechtskonform. Zu einem erfüllt sie die Anforderungen des Produktsicherheitsrechts nicht und darf daher nicht in Verkehr gebracht werden. Zum anderen ist die entsprechende Verwendung vom Stickstoff mit dem Zweckartikel des Chemikaliegengesetzes nicht vereinbar. 虽然瑞士是全球少数几个稳准协助自杀的国家，不过这种氮气自杀舱伫当地依然有高度争议。反对者烦恼以现代化的设计会美化自杀，再加上因伫无医疗监督情形之下，互使用者家己操作也是一个问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今年8月底，有一个22岁姓郭的查甫人对上海入境了后，就失去联络。国台办今仔是表示讲，这个查甫人伫中国真侪所在牵涉到诈骗犯罪，目前是依法在进行调查。8月27日抵达大陆之后，涉嫌在多地实施诈骗犯罪行为，被有关部门依法调查。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大陆有关方面严格依法办案，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这个姓郭的查甫人被抓起来了后，中国方面嘛无主动通知哦，咱国的陆委会是非常的不满。也毋过国台办是表示讲，两岸协议的执行，大家拢知影为虾米会受到影响。另外，最近哦，阁有一个台塑的主管嘛传出讲去中国暂时无法度返来台湾。台塑第19有声明表示讲，这员工会配合中国的调查。国台办今仔嘛指出讲，这人申报无实在，有盗税的嫌疑，嘛长地调查。
再来看今年油啊收价特别了咯，花莲水尾农民是表示讲，今年受到气候的影响，产量是减少真济，嘛烦恼讲中国取消关税优惠，明年的外销恐惊嘛受到影响。花莲的文旦油今年虽然会当外销到中国，不过因为时间短，销量无多，再加上雨少，影响文旦的产量减3-4成。农民讲，今年销购兑换量只敢拿300多吨。中秋节前一定要到对方的市场上的话，其实真正的时间不到10天，而且今年它整个挑果也有一些，就是我们会比较谨慎一点，要严格一点，所以今年说真的，以量来说其实不多啦。农民也担心，中国伫咧10月宣布34项农产品恢复扣税了，是不是影响明年文旦出口的利润？今年文旦已经采收煞，不过也担心接落来各种不确定性。那重点应该是放在我们如何去做好田间的栽培管理跟检疫的这些病虫害的去除的部分哈，让我们这种高品质的文旦柚能够顺利的再次的行销到对岸去，那不会受到政治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因素来干扰。官府讲，水尾乡文旦正式的面积大概650公顷，每年总产量会当到25000吨，往年外销上最高8000吨，有6-7成是中国。最开始扣税了影响一块观察。在税率的部分，我们还是要请中央政府这边来协助我们各个地方政府来做洽谈。那花莲县政府这边会来持续协助我们农友做文旦柚的包装辅导改善。另外，控诉控3大地当了，花莲的路无啥稳定，也影响盘商去收购。安怎辅导农民国外行销、国内促销，也有产品加工，是这么花莲农改场加农粮署重点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经院早起发布上新的景气调查，8月份的制造业、服务业甲营建业表现了拢无介好哦，可能是政府打房的关系，营建业的表现上歹，制造业的厂商嘛对未来半冬的景气看法较悲观。台经院是表示讲，美国联准会要降利息，对咱的传统产业会受惠。今年顶半年，台湾房市出现计量拢起来状况，加上各银行伫不动产贷款集中度到史上第1悬，烦恼引起金融危机这风险。央行祭出第7摆信用管制措施，也提悬存款准备率。个案很多就变得通案嘛，那我们就再来排除。如果你房子是继承来的，你名下过去确实没有不动产贷款的记录的话。那我们就会排除到这个部分。台经院专家指出，目前伫公股银行当中，若是第2户贷款，房贷利率拢有3%以上，预期第4季房市会出现处还量久的状况。烦恼政策副作用扩大，央行总裁杨金龙昨接受立委质询的时阵表示，会伫1个月内赶紧提出配套措施，因为今年团产业者苦苦等待春宴来。台经院专家认为，春天不是无够，只是较慢。加上美国联准会降利息2倍，所以团产业者有希望对你受惠。现在降息，而且降得这么快，带来的资金效果可能会带动，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投资、消费大幅的扩张。所以我想，对于我们台湾的传产来说，还是非常欢迎这个消息。对国内经济成长率预测，台经院院长张建认为，会落伫3.8%到3.9%之间。预测未来10年，台湾经济继续有好的光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市南区的大南路附近有200公尺长、252丛的椰子树，佮有1丛乌帮树。讲部门要伫遐设一个公车牌，因为这椰子树会影响到过路人，所以拍算要撤掉。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过路人的安全上重要，树仔呢是要移植，还是要来撤掉，会当过来讨论。公车驶过来，毋过有分隔岛挡掉的，公车要挖来到慢车道，互乘客上车落车是真无方便。自较早就直接停伫咧快车道，互民众上车，当地民众是真惯势啊。公车道要变做对这个坑哦。嘿，因为迄搭遐缺口嘛是粪扫车伫啊。好。这边这社会的倒粪扫嘛是拢直接过，拢安尼去。这个树啊，也无啥物会当遮阴的地方啊，只要做好那个树啊。规划一下，应该是 OK 的啦。你们也是觉得说比较？对啊，老百姓应该是会很高兴的。
不过民众要坐车，就要通过慢车道，搁再行过树丛，才当安全上车，有影是真危险。也因为安尼生，台南市工务局为着要改善交通甲过路人的动线，就重新规划车路配置。不过改善计划提报到营建署审查，确实有意见，因为牵涉到53丛树啊。也因为安尼生研究2种工程方案，一种是全部刷走，另外一种是刷5丛树啊。不过即马外界也传出着反对的声音。改善项目有扩大街角。新山线退缩、路口改善、庇护岛的增设及调整公车停靠区，这些设计内容将会与地方沟通，达成最大平衡，再据以执行。这些树要不要移，要不要动，然后应该要有比较专业的讨论，利用这个机会，把大林路你才短短200公尺，其实是可以来有机会改善，让它变成是台南市第一条。道路改善之外，我们要可以兼并把行道树纳进来考量。这个考量拢是为着过路人的安全，也因为安尼生目前甲本地旧车牌暂时刷到附近大东路加油站头前。不过最近因为大南门古迹公园要到8年的南洋山，还有台南地树官社古迹头前的这可怜啊，拢去防不当撤掉，或者是修剪过头，代志引起关注。这届又搁要撤树啊来重新规划车路配置，工务局强调目前拢还未定案，未来也会收集各界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的古迹文化公园，去年3月底启用，也毋过有游客反映讲，公园根本拢无石头啊，嘛无啥特色。县政府是表示讲，伫博物馆的公园内底是有石头啊，嘛有苏镇的古迹文化会当参观哦。伊嘛佮甲附近的风景区来做整体规划，吸游客来遮佚佗。台东县的旧石公园，伫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甲代替康乐车站大庄公园区域，面积有6公顷，去年完工。不过普通时人无多，有民众就讲旧石公园无大石头，敢若考古山坑甲史前文化有关系，其他拢是一般的游乐场所的设施。真的有巨石吗？没看不出来，而且很像在保养的方面没有做到彻底。小孩子不去的时候都给红蚂蚁、给黑蚊子咬。台东县政府讲，其实有一粒大石头伫咧史前博物馆的公园内边，伫咧馆内边也有古石文化会当参观。因为这项计划包括整建博物馆后边的公园，如果会当串联康乐火车站，互游客坐火车来史前博物馆，会用行过大庄公园绿地。另外，附近也有幸福国体，社区民众会当来遮活动。考量不宜把那些巨石把它仿制品放在公园内。那其实我们的史前馆的花园也是有真正的巨石，还有摩埃像那一类的石头。台东县旧石公园的设计有参加今年内政部颁的2024致敬城乡魅力大赏票选，得到第2关票的人气。县府表示，会搁再加宣传，加强维护，和旧石公园会当发挥上大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清华大学今仔颁发英语讲座教授，予来自日本的学者小笠原新信教授。小笠原教授伊真侪届拢真准来预测咱台湾大选的结果。伊讲伊真欢喜来真做清华人，未来继续留伫台湾来观察台湾的政治。今仔日伫即个所在，会使互大家我感觉非常非常欢喜。演讲一开始，先用台语甲大家拍招呼。来自日本的小笠原教授，过去研究台湾政治花30年，慢慢祭拜正确预测台湾选举结果。今年清华大学特别邀请伊来上课，针对台湾政治参选举议题开课，连每间未少学生小侪报名。会先提供他的 PPT， 然后是一个很精美的，然后很有系统性的逻辑，然后介绍他的方法论，然后还有他在地方派系的研究，还有也会提供台湾相关的文献，然后关于台湾的地方政治和基层选举。老师他过去在云林在一些地方派系的研究上面，他可能有一些这个跟地方过去有比较可能有江湖气味的这些地方政治人物去互动的时候，其实让同学们其实觉得蛮新奇的。小笠原教授几礼拜正确预测台湾的选情，所以有一个方号或者选举之神。小笠原讲，伊真欢喜有机会来台湾教册，而且台湾学生上课拢真认真。面对目前两岸方面相关议题，教授也提出家己的看法。5月的赖清德就职演讲，他明确说他是继承蔡英文总统的危急现状的路线，这个是让日本
美国原来担心赖总统的方向的人啊是放心的。习近平方面呢，当然是想要改变现状，但是不至于台湾要为解中华民国的体制的时候，那不至于马上来用武力来攻击台湾。这个是我们深入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或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台湾政策的学者来说，是几率是比较少的。清华大学校长高桂元讲，过去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有真侪人流汗、流目屎，甚至付出宝贵的性命。未来希望透过小类馆教授对台湾政治观察，帮助学生更加了解民主的重要性，提供学生更加开阔的世界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教师节要到咯，宜兰县政府发予老师200块的礼券，互一寡老师是真失望。县政府是表示讲，明年敢阁要来增加预算，会当阁来讨论。另外，跟它很像，这个也叫做法。老师台顶认真教，不要后一代。教师节就要到啊！验过宜兰县政府25开始本的教师节礼物，只个200块的公益礼券。有老师认为，即马物价一直起，宜兰的教师礼券甲其他县市比差真多。生活环境、物价的水准都已经改变非常的多。那我们虽然在112年有调整，可是到现在相较之下又有很大的那个落差，所以相对剥夺感其实是还是普遍还是会存在。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调查，宜兰县的教师礼金额，只个比嘉义市分市长卡片一张较好。不过嘉义市已经讲，明年的教师礼，每一位老师分600块的敬师礼券，宜兰县政府是拢无作为。200买不到东西，至少要600吧。自己就觉得200块太真的就太少了。对啊，买不到东西。小朋友儿童节的那个礼券好像也都200-300块。问一般民众也拢认为教师节只个分200块的礼券伤少，对不着现代物价。不过县府讲，这边本的教师礼券总共8800份，包括公私立高中1以下，包括幼儿园的老师、大考老师加教职员，范围是全国上跨。像我们宜兰县的做法是2年施采进师礼券的方式，那各界的一些意见，那我们也会参考其他县市的相关的一些做法。那就针对这个额度的部分呢，我们在明年度会来做一个规划来研议。老师对敬师礼券金额上价不满，县府讲会继续收集各界无同意见，并且参考其他县市的情形，在明年研究讲是不是调整敬师礼券的金额，较符合老师的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考核的医药国中113学年度只剩8个新生，全校嘛只有38学生，学校的经营是真困难。云林县政府教育处目前在推动学校转型做公办民营的实验教育学校，望讲来打造学校的特色，请学生囡仔来注册。云林考核医学中学区包含8庄仔头，不过113学年度新生敢若8个人，目前全校敢若剩38学生，因为少子化学生流失，地方是烦恼讲，若学生继续减少，学校就真歹经营，望会当转型。即马是少子化啦，如果有改变到这公办民营，你教学方式无共的时候，吸引咱外地囡仔，还是咱在地囡仔。请卖去外口读册，咱在地囡仔留在家。我们引进数位学习，那希望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再来一个是文化力，我们希望跟在地有更多的连结。他必须要爱自己的土地，才有可能放眼国际。校方表示，学校若转型公办民营实验学校，会维持公立的校名、收费袂改变，嘛维持学区的囡仔优先入学的资格，引进多元学习的模式。教育处还有学校以及家长会，大家共同一致的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共识就希望让这个学校呢能够充满竞争力，也能够让我们在地的孩子留在义务国中教育处表示，面对少子化，云林县某其他各种转型因应，包含石榴国中112学年度转型做科技实验学校，每礼拜是有6节科技课程，受到家长认同，学生回流。也若是北港国中是提出转型做科技实验学校，正在等待审核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老师甲学生应该安怎来面对 AI 的时代呢？
伫一场创新的国际年会，就有学者指出讲，所有老师拢应该爱有基本的 AI 素养甲能力，有勇气去设定课程，让 AI 来成做公开透明的工具，来帮助学习。哪行路哪听音乐，行愈紧，音乐嘛变愈紧。清大学生欧武温去年甲清大工设系合作，打造电台应用程式，以无自讲的背景，所负责程式的编码。ChatGPT 就是伊个老师，这嘛是参 AI 强学的其中一个例。投入美国公众教育48年的伊个教育首席学术长 Ron Berger 指出 ，AI 就要成做公开透明的工具之一，让学生对家己学习负责。They'll say, we used AI in these ways. AI was very helpful for this, but it was very insufficient for this. When we used AI for this, it did not come up with what we needed, and so we did this to do it. So when students are taking leadership and ownership of their learning, then the AI becomes a transparent part of the process. 台湾的大学要多元培养学生 AI 的素养，这学年开始，高中的多元选修、国中、国小拢有生成式 AI 的应用，老师应该要安怎应用呢？长期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甲披萨等机构规划未来教育的全球性 NGO。课程中心设计中心的创办人 Charles Fader 安尼讲 ：Every teacher needs to understand AI literacy, and that's different from computer science. It means how to use chatbots effectively in the classroom. Charles Fader 表示，老师应该要有基本的 AI 素养，有勇气重新设计课程。若父母必须爱了解，囡仔面对 AI 的时代，就培养适应力。会晓自主学习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为细汉开始就应该爱普遍学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公司台语台推出一个实景的节目广告 start， 主持人是去到宝港的所在翕广告，甲台湾文化、观光产业甲地方创新，透过广告来包装，销解予社会大众。今仔嘛举行节目的发表会，咱做伙来看卖。台湾足侪所在会使甲足侪地方的创新啦，啊无就是讲要没落的一种产业，会使甲提振起来啊。有时阵是咱是用拍片，啊有时阵咱是用迄落该设计讲包装啊，也是讲无共款的演出的方式。即马吼，趁着即个广告 start 的关系，去搁较侪台湾，我拢完全无去过的所在，所以台湾虽然讲细啊呢，小小的报道，但是内底故事足多，所以我就感觉阮应该继续做落去。伫广告 start 的节目嘛有接受副总统萧美琴的委托，望讲会当来广告地档以后的花莲观光。这个新的节目会伫9月2日拜六暗时9点来放送。主持人嘛讲透过这个节目，因接触真侪以早无了解的台湾文化，嘛望讲透过节目设计的广告来推销各地的特色。咱来看文化部举办的2024年台湾文化遗产国际论坛，连续2天举行，邀请国外专家甲咱国内推动文化资产保存的机构，还有专家学者、民间团体来对话，望讲当透过国际经验，互咱国内文化遗产会当以创新的方式来进行保存。踮台南的国立台湾文学馆，原底是起伫日本时代的台南酒厅，2003年指定做国定古迹。伊捌伫1999年启动工程，甲损长严重的部分拆掉，修复甲重建新的部分，才变做即马新旧建筑共存的模样。学者讲，台湾的文字保存概念，真无简单，才为全部古原貌保存，行到即马的新旧共用概念。遗产是过去的东西，但是要跟我们共同生活，然后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传给后代。既然要传给后代，我们就要替后代想。他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化资产？学者讲，文化资产无法度一直保存原本的模样，文字要长时间保存，就要兼顾现代的需求对咧变化。学者举例，亲像未来因应极端气候，侪文字建筑原本的建材可能无法度适应，就要加入新的材料，因应环境变化。文字保存学问真济，文化部举办论坛，邀请国内外学者参与讨论。我们国内的文化资产的保存的观念跟做法，我们希望能够持续的跟国际接轨。从这里面的概念里面，我们看我们现在文化资产的保存跟活化，哪一些观念可能要再跟国际能够对接。台湾的地理环境、历史造就了台湾非常特殊的景观，那其实对台湾的整个文化来讲非常重要。
除了国内学者论坛，也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国际文化纪念物甲历史场所委员会成员参与讨论。文组局讲，虽然台湾受国际关系因素真恶申请世界遗产，但是政府有透过参国际组织合作等方式推广，嘛提升咱台湾的文化资产。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9月29是世界心脏日，马街病院提醒民众，若有手麻、心跳真紧、胃肠无爽快，这个镜头同齐出现哦，有可能是得到一款会无命的心脏病，就要赶紧去病院检查。民众提健保卡免费做检查心房震动检测，这是马街病院为着9月29世界心脏日所举办的卫教活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心血管疾病是全球死亡的第一个原因，嘛是咱台湾的第2大死因。国人的健康在心血管疾病造成国人的死亡率是前2名所以心脏血管的疾病本身对人的影响、健康影响非常的大。马街病院伫世界心脏日进前举办宣导活动，提醒民众重视心脏的健康。医生表示，心血管疾病根源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而且高血压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建议对日常生活改变食食、加运动做起。另外，除了一般的心血管疾病，马街病院嘛表示，佫有一种罕见的一款心脏病，叫做淀粉累积症，会有长期喘大气、神仙、手麻、甲抱心这的镜头。在国外的文献，这种疾病的病患是相当的多。目前全台湾就我们知道，大概有数十位的病患在接受治疗，确定诊断。那病患潜在的应该是有相当的比例，只是我们没有透过一个很系统化的方式去筛检这些病人。马街病院心脏科医生表示，这款镜头真罕见，若是无治疗，敢若会当活3天。马街病院提醒民众，若是长期有这款镜头，就要注意，要马上去病院检查，量早发现，才会当量早治疗。透过食药啊控制，增加活落来的几率。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已经成立超过1甲组的中华公兴剧剧团，最近推出线顶的台语教学戏剧，用新闻的话题教囡仔讲台语，真轻松，佮真趣味。咱做伙来看卖。阿婆台语有水哦，水哦。我虽然食到80外，不过嘛算个个淡薄有算水。那不是那个水，那是亲民的那个 water。哦哟。这身金毛的喜羊仔看起来真明显，原来伊是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来到台湾做志工，台语煞讲了袂练得，只好请回答的执行长黄玲芬的 AI 斗翻译。公兴剧掌中剧团这出创新的戏剧，大咖的囡仔人看甲是目睭瞪甲大大泪，嘛笑嗨嗨。这就是人工智慧的厉害。哪呢？这川普这台语讲不通，安尼就无问题啊，会使用这个 AI 来学。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就安尼啦，这台语伊讲啊，会晓讲就袂晓这个发音啦。来自中华的公兴剧演出传统的布袋戏超过1甲子啊。最近剧团嘛开始写华语安尼讲、台语安怎讲的台语剧本，戏剧内容嘛结合新闻的话题。因除了去学校生活演出，嘛甲因所翕好的台语港语影片放伫网络顶。用喜羊仔讲笑开，互大家伫生活当中学台语。哇，这句应该台语是饲鸟鼠夹布袋。哦，这就是大家常常咧用的方式啊。注意听哦，养马如保气，马不保气如保家。这马就是鸟，家就是厝。哎呦，这有理哦。台语跟国语来做比对，原因是因为这即摆发觉做侪学生囡仔真正是听无咱的台语啦，所以咱必须爱50%，互因会使对，互因会使听有。考虑到学生囡仔台语听度无共款，剧团用轻松佮简单的台语，互传统的布袋戏对时代进步，嘛吸引学生看戏兼学台语。记者邱朝阳，屏东报道。来看今年的环球小姐取消参选年纪的限制，南韩有一个80岁阿嬷去参加哦，这嘛代表讲咱人对刻板选美的观念长在改变。
去环球小姐的选美彩蛋，规头白头毛，阿妈级的参赛者崔顺华，伫正侪美女的包围，穿蓝色的礼服，显出高雅的气质。已经80岁，伊看起来真无共。 그러다가 제가 미스 유니버스 나이 제한 없다는 걸 보고 나 여기 나간다 그랬더니 어머니 거기까지요? 어머니 자관 뭐 하고 싶은 대로 해보세요 그랬거든요. 그래서 제가 이제 어저께 사진도 붙이고 했는데 대단합니다. 우리 어머니 대단합니다. 우리 할머니 짱 그랬죠. 제가 굉장히 기분이 좋아요. 环球小姐官方召集今年调整参赛条件，无限制最高年龄甲婚姻状态，嘛无限制是毋是已经做人的妈妈，互更较侪无共女性的水会当展现。伫阿根廷有一个60岁参赛者，先伫地区赛得到季冠，再伫全国比赛得到最佳容貌奖。 互媒体讲是选美女神，伫国际嘛伫流传。南韩这个银发参赛者，一个春卡出手优雅，够有自信，证明美丽无年纪的限制。 그런 것을 자기 자신이 키우기 위해서 사회에 나와서 자기가 가고 싶은 어떤 그런 곳을 다니면서 굉장히 그 활발한 활동도 하고 또 그렇게 함으로 해서 우리 시니어 사회가 굉장히 활발해지고. 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29度。 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迄人无遐恐怖，迄人是解决咱台湾目前无电甲碳排足好的方法之一。你要演绎的时阵，你演绎的评估、你的安全、你的核废料，要安怎处理，这开偌济事。